傾新生系列細説商學。嗱，隨住內地嗰個勞工成本一路咁樣上漲，個營商環境都係好困難嘅。咁你憑住啲乜嘢嘅策略係可以面對呢啲嘅挑戰？其中汽車亦都係我一早已做咗個預備，係一個突破。汽車認證要求好高啊！咁啊，德國嘅汽車廠一嚟到鬧到我哋七彩，咁鬧完之後走咗啦。佢鬧嚟講咧，寫晒啲嘢俾我哋。其實就塞錢入你袋喎。係啊，咁我哋佢鬧嗰啲嘢，即係我叫我哋改善。如是者咧，我諗啊2年以上，咁能夠達到佢嗰個管理要求，佢個品質控制要求。過程咧就好艱辛啊！直至到第一張訂單咧，都要3年。咁3年攞第一張訂單嘅時候咧，係攞好少嘅，唔幾千粒或者1萬粒。咁攞咗個訂單去咧，唔會即刻俾單你，佢仲要試下你。咁試咧唔係就咁翻去 test 嘅喎，唔係喎，佢要喺裝咗上架車喺街上行咗1年半載，睇有冇意外先。係啦，有冇意外？嗰張單咧真係第一張試單咧就要2年到啦，就會有量啦。飛機嘅公司嘅訂單你都接到啊，係咪啊？咁嗰個要求咪仲更加高咯？係啊，譬如嗰櫃，如果佢粒螺絲嘅問題跌咗落嚟，行李咪砸親人咯。飛機好多有電腦，好多電線噶嘛，嗰啲電線裏邊嘅金屬、個接頭同埋啲螺絲，亦都係要求好高。佢哋用嘅材料係唔同。即係話你冇睇少一粒咁細細嘅螺絲，其實佢個技巧同埋嗰個科技嗰個要求咧係非常之高嘅。從 Edward 嘅例子咧，知道香港好多工業家咧，憑住對品質嘅一絲不苟咧，係可以喺國際上都佔一席位嘅。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 share 超毅理想頻道。